坏事了是呢？接了，那好事了是呢？哪个呀不？小王什么是那坏人的好人那里有了，你坏的人那是那米家，好人那是那米呀不？那是世界纪录嘛的，那两个不讲的纪录嘛的。听了弟弟的话，他这里我们等下播完呢，姐姐更加好奇了。姐姐那是那阿家更加那是那田为，这里毛了啊，好奇了。那奇怪的好奇的意思也来牙签吧，这里毛牙签的，牙签吧。什么的？更加好奇了是吧？你来毛也吃结吧？等我也吃结过了，好久了，但我们如果啦，甚至今天啊不接吃面了呢，而且点来毛去，也吃起过也的是。他一定要弄个明白。他一定的是呢，一定的是呢，定了啦，眼光整齐来过来说了我啦，要弄个明白，要弄了是呢。要弄了切把了我，要弄个明白了是呢。还可以是起我的来去了，但我考虑起了嘛，还可以是起我的，要弄个明白，要做一个明白。我从这弄了切把来去了，我从也清楚了了是不？刚开始的啦，这一天，你们天哪了？姐姐来到学堂门口了是吗？姐姐那刚有这姐姐来是那阿家来到了是那那边了，学堂门口了是吗？都在学校的门口，给门口的给着了，这拍了，学堂了，一个次的别给路快来的，学堂了这个月的是那，学堂了这个月了，不是拉账了。在门口过一张黑纸，躲在大树后躲了呢。躲了一把。一把躲，看看这个嘛，白玉，天上的一把，躲起来了呀，我说，躲起来。躲在大树后了呢。行动角落去了，爬底下，离底下，大树后面。我是啥？亲过了，我得下了。然后大家多，弟弟一走出大门，弟弟的是那比较不大，一走出了那。妈记住我当来着了，妈记住我当，走出大门。我去不能妈记听我当来着了，走出大门。他就偷偷的跟在后面，偷偷的了呢，我是摸起来，那个给老上记了，从那个就觉得偷偷的了，跟在后面了是呢，跟了是呢，跟了呢，强着了。他跟来有两个意思，一个跟就是按手的，我跟他了是呢，俺当科，他这个跟。跟在后面，记了跟中那个记了贴吧，跟在后面，他后面记了了，可能中国语了是。姑妈了好了。小偷。有点小偷的那个。